崔主管，崔主管，崔主管，你看啊，这个最新的半导体明明是我研发出来的，你看这上面没署我名字，是不是忘了？这是我研发的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不带这么玩的吧？你这不是明抢吗？不要乱说话！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无凭无据的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崔主管，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研究出来，我就想拿着奖金和我女朋友一起去度过蜜月，你帮帮忙啊！啊！你个穷屌丝，小丽怎么会看上你啊？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啊！哎，瞅近点啊！你女朋友真带劲，嘎嘎爽！给你换一个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好好表现啊！下回带你一起啊！怎么生气了呢？自己看，我真爽！操你妈的Non, rien de rien. Non, je ne regrette rien. 少爷，来招了呀！来招了，少爷！少爷，在这呢，少爷。别动！让我看看这是谁啊？这小身材，这体香，小玉。少爷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被我抓着可是有惩罚的啊！哦，不对，是奖励。少爷今天晚上狠狠的奖励奖励你。少爷，你真好。少爷，您可不能偏心啊，我们也要少爷。好了，都奖励，都狠狠的奖励。谢谢少爷。我居然会穿越到古代的大秦国，还成了宰相独子，这命也太好了，天天吃喝玩乐，好不快活呀！来人，王家！将秦风给我打入大牢！将秦风给我打入大牢！哎，这少爷误会了，我去找他唠唠去。周世子，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没错啊，抓的就是你。哼，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，我爹的面子你也不给吗？哦，你不说我倒忘了。小风啊，你还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。爹今天连累你了，看来今天的抄家之罪是逃不过了。啥情况啊？我都没享受够了，宰相府就要没了。什么情况？北莽国师下令攻打北境，连战告捷，女帝下令必须要阻止他们。可你父亲狂妄自大，立下了军令状，可毫无建树，因此女帝下令宰相停职查办，抄家入大牢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话都敢接啊？那当初满朝文武全都拥护我，也支持我，我才立下了军令状。可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没用啊！宰相府一直与我们镇南王府作对，今日终于找到机会搞垮他们了。哼！没事，爹，你再怎么说也是当朝宰相，多少还有点威信，我就不信他敢抓你。说实话，可能有点伤你。你天天这么搞，爹这点威信都让你整没了。那也没事，就算进去了，我也能想办法出来。做梦的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这次没有任何机会，你们秦家彻底玩完了。来人，动手！周世子，高抬贵手。周世子，高抬贵手。刘尚书，帮我和世子美言几句，通融通融，放了我儿小风吧。我尽力而为。周世子，可否给老夫一个面子？那便要看刘尚书的诚意了。
老秦，这个忙我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解除咱们两家的婚约。那不行，你秦家已经没有翻身的可能，我总不能给我女儿往你这火坑里面推吧？火坑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什么说的什么话？原本秦风这个纨绔我就看不上，更何况现在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，我解除婚约理所应当。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明明说我儿乃是人中龙凤。说什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你之前是宰相，现在只是个阶下囚，这才是重点。真行啊，你还真是把势利眼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你放心，我们秦家早晚有一天会翻盘。你简直痴人说梦！你儿子顽劣无理，我看呀，不用救了。刘尚书息怒啊！你看在我当初为你铺平仕途的份上，帮我们秦家一把吧。你不就请我吃了一顿饭吗？啊，那我请你们秦家吃100个馒头，够不够？刘富德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当初为了帮你，变卖了多少家产？那又怎样？你想保下你儿子是吧？行，反正你秦家已经落魄，留下这个废物儿子传宗接代也不错。我还能保证你儿子不死，还能让他下半辈子有饭吃。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给我跪下！爹，不能跪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宁愿站着生也不跪着死，不就坐个大牢吗？爹，你放心，我们秦家终有出头之日。以我现代5000年的智慧，在这古代还怕翻不了身？哼！不是你什么时候跪下的呀？指挥使大人到！指挥使大人，您掌握生死大权，只听命于陛下，怎么亲自来这儿？我是来将秦风带去刑场问斩。我是来将秦风带去刑场问斩。直接砍头，连翻盘的时机都不给。看来这个婚不取消也罢，毕竟人死了，婚约自然无效。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！这顶多就是个抄家的罪过，怎么还要卸我脑袋呢？北莽国师说了，大前境内任何名为秦风之人，通通处死。答应了这个条件，两国战争之事还能缓和。陛下也是为了顾全社稷，只能拿你开刀了。不是北莽国师到底是谁呀？他跟我过不去干嘛呀？我招他惹他了？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，让我见陛下，告诉他我能解决北京危机。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而已，也敢大言不惭。人之将死，总要想尽办法苟活嘛。若是真要斩的话，就斩老夫好了。小凤是我秦家唯一的独子，爹，他可不能死啊！我也是公事公办。来人，将秦风押去刑场。慢着，参见公主参殿下。见公主殿下。宰相，你真的想为你的儿子争取一个上诉的机会？是。好，念在你劳苦功高的份上，本宫就给你儿子这个机会。反正如今大秦已经面临绝境，既然这纨绔说自己有办法，那便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多谢公主殿下。以我现代的知识说服陛下，绝非难事。爹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救秦家。我上诉。秦风，就是到了陛下面前，结果也不会改变，不过是早死晚死的问题。公主大人明鉴，谁人不知秦风是远近闻名的纨绔，一个败家子而已。秦风，到了朝堂上，你可不要胡言乱语，以免你秦家灾难更严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让我见陛下。真是无药可救。皇姐，秦风说他有办法对付北莽，虽然我不太相信，但念及宰相的功劳，我还是让他破例上朝了。秦风，既然来了，也说说你的看法。
他要是说不出解决之法，便是欺君之罪，难逃一死。那个陛下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大前面临着什么困境？这数月以来，北莽兵器水平突飞猛进，军队实力大增，我们大前北境已经难以抵抗了。这问题我能解决。信口雌黄罢了，你父亲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能吗？口说无凭，陛下切莫轻信。陛下，相传北莽国师乃是仙人转世，秦风他不过就是一个败家子儿，凭什么能和北莽国师相提并论？臣建议将他押入大牢。陛下，请看在老臣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饶我儿一命。陛下本来已经给了你儿子机会，可他只会纸上谈兵。北莽国师到！是哪个小垃圾要和本国师比试武器啊？恭迎北莽国师。你这狗逼也穿越过来了！你个狗东西，你还没死呢！回禀国师，他呀就是一个纨绔，整日寻欢作乐。啊，刚才还放出大话要跟你比试比试的。无妨，垃圾东西！你知道我这3个月怎么度过？历经不治，还打出了诸多新式武器，坐上了国师之位。现在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而你这个废物东西，凭什么跟我比？就凭你那智商，你除了盗窃别人劳动成果，你能做出什么呀？来，把你那些垃圾拿出来，我通通给你撒。啊！砸一个试试啊！我去，这玩意儿你都打造出来了啊！我还能打造出更多武器，怎么样？服了没？据说北莽国师此件神器，只需一击，便能击杀一名武道宗师，简直是无敌啊！崔国师不愧是仙人转世，那大前教好崔国师，那实属大幸啊！卖国贼，大前有你们能好了？你，陛下，他这火铳算不了什么，我能造出来比他更强的。秦风，承认别人的强大并不丢人，你何必自欺欺人？如果你想保住秦家，还是要学会低头的好。我现在就能说出这个火铳的打造方法和弱点。当真？速速道来。首先呢，先打造一个金属管，每端上方呢留一个火口。弱点呢，就这个东西啊，填装弹药速度太慢，短小无力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可是国师的机密。他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吗？陛下，这回相信我的能力了吧？好，看来你并非外界传言那般。哼，知道又如何？你能造得出来吗？陛下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肯定打造出来比他这个更厉害的武器，否则我原地自裁。我一定要断你的手脚，让你在街上当乞丐。陛下，但是我还有个条件，能不能让我父亲官复原职，归还财物，这样我才能有资源来打造武器，否则我也不敢。准奏。3天时间，你就想打造出我花3个月时间的心血？你在做梦吧？不是，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？咱走着瞧。行啊，走着瞧。要是造不出来，我诛你9族，你灭我10族。我们走。陛下，你何必因为一个纨绔而浪费时间呢？是啊，陛下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教好北莽国师才对。3天时间太过仓促了，皇姐请三思啊！陛下，君无戏言啊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敢在这给你立军令状。好，退朝。丫头，小风呢？少爷自从上次回来之后，就一直躲在房间里研究武器，到现在连饭都没有吃过呢。这3日之期就快到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图纸是画出来，但是找材料再加上制作，时间根本来不及呀！崔牛这王八蛋，祸害我还不够，还要诛我9族。哎呀，要是能穿回去就好了。
直接购买武器。你说那至尊宝怎么穿呢？那小拳头一举，我惹波罗蜜真穿过来了，波罗蜜。哎呀，波罗蜜，哎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最有会这回看你怎么死！波罗蜜。再高点。少爷，你要去哪儿？嘘，在家乖乖等着，明天给你们个惊喜。老爷不好了，少爷不见了！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到他打包了所有的古董和字画，然后人就……这个败家子儿，他不能自己跑了吧？造孽呀！那少爷不会不要我们了吧？这吹牛让我们宰相府的所有人都去接他，不去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咱们先去皇宫再说。哎呦！我他妈有病啊！我跟你玩工业革命从零开始那一套，老子有钱他妈买不就完？这次看我不他妈炸死你个大傻逼！本国师带领北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。女帝，你还在考虑什么呢？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女帝，你这妹妹也是国色天香啊，不如一起嫁给我，既可以依旧保留你们大钱，成为我北莽的附属国啊！痴心妄想！国师别急啊，陛下能让公主过来，就说明陛下有意将公主引荐给你，也是希望你们能喜结连理，不是？国师若看得上小女，那是小女的福气呀。好，一个公主，一个尚书千金，小孩才做选择呢。这女帝也要是嫁给我当然全部都要啊！崔国师，注意言辞，不要太过分。落后就要挨打嘛。女帝，这你还看不清楚吗？陛下，你说你相信谁不好，非要相信那个败家子？是啊，这个纨绔都自身难保，必死无疑。这3日期限已到，这秦家说的一败涂地，将永无翻身之地。本国师乃是天下第一人，谁敢忤逆我呀？女帝，你还是赶紧考虑清楚，你们俩是一起嫁给我呢，还是等着我北莽大军覆灭你大钱啊？秦家人，赶紧出来受死！秦家到！你们还是挺聪明的，知道老老实实的听话，不然的话让你们生不如死。林峰那个小畜生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崔国师，我听说3日前那小子便无影无踪了。据我手下人说，他怕是携款私逃了。这个小畜生，他要是敢不来，灭他满门！我家少爷才没有逃走呢，咱少爷说了，会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惊喜。你这小妞倒是天真，到现在还相信那小子胡话。就那个纨绔，贪生怕死，估计草街找个地洞藏起来了吧？秦风真的逃走了？王姐，我们就不该相信秦风的鬼话。老头，秦风居然没有按照本国师说的去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们秦家其他人先去死吧。我一把老骨头，死又何妨？只要小风不死就行。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，不要伤害我家老爷。哦，小妞长得还挺水灵的，杀你就算了吧，以后啊做我的奴隶吧。住手！我大钱泱泱大国还是有人才的。国师虽然神勇，也不是没有敌不过国师之人。很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来一人我杀一人，让女帝见识见识她盖世神威。稍后就会有绝世高手前来应战。皇姐，你就不该相信秦风，白白浪费3天时间。看来今日本国师的威慑力还不够啊，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，免得有些跳梁小丑出来找茬。陛下，国师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再派多少人来挑战，也都是死。那就让他来，本国师在这等着。此地是我大钱朝堂，岂容你这个外族蛮夷在此撒野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
大胆！崔牛，你想宣战不成？哎呦，陛下，陛下息怒啊！此等狗官冒犯国师，以下犯上，死有余辜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混账！你们到底是哪一边的？本官是为了大前的安稳着想，倒是宰相你想继续扩大矛盾吗？老头，既然想死，那我成全你。儿一定会给我报仇的。痴心妄想啊！那我就毙你个老帮子！统统滚开！老子要灭了崔牛，耶稣也挡不住！儿子，少爷，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快走快走，他们要杀你，快跑！没事儿，爹，咱不怕啊。你儿子既然敢来，肯定就胜券在握。虽然本宫也很佩服你的胆量，可你终究难以改变结果。我就能改变，要不咱俩打个赌？打什么赌？我要是赢了，你嫁给我当小老婆，敢不敢？有何不敢？反正你也赢不了。你这个废物东西，还敢回来找虐呢？是知道根本就逃不掉，对吗？这样吧，从我的胯下钻过去，当条狗看看。可是我不要你这样的狗啊！死鸭子嘴硬，仅凭3天，你还能造出大炮仗？恐怕连一把菜刀都造不出来吧？我就是怕我拿出来吧，你在尿裤子里头。是吗？拿出来我看看，看看怎么对抗我这把火铳的。难不成你还徒手接子弹？秦大公子，北莽国师的神器，只需1枪就可以打倒5道宗师。任何高手在本国师面前都是不堪一击啊！你能不能别老拿着玩意在我面前晃悠？真他妈烦人！还在给老子装呢？你已经混吃等死几个月了，仅凭3天，你能造个毛线呀？就我这把火铳，可是当今时代上最牛逼的科技了。嘿嘿，谁来谁死啊！在下天下第3剑，来领教崔国师高招。嘿呀！小心刺客！不必紧张，这是朕找来的绝世剑圣，天下排名第3。杀了这崔牛再说。国师小心，这名剑客可是绝世高手。什么狗屁高手，在老子面前都是土鸡瓦狗，受死吧！降！大胆！崔牛，你接二连三在我大秦皇宫杀人，你有没有把我们大秦放在眼里？那又如何？谁让你们不如我们北莽，每3个呼吸便杀一个人，直到杀到你愿意嫁给我为止。秦家还不速速跪下认错！这个祸是秦风一个人惹的，应该秦风一人承担。你看我把他放在眼里了吗？秦风，你怎么这么冥顽不灵？你根本没有任何机会。我看你长得挺好看的，你嘴怎么那么碎呢？别顿，你们见过手枪，他们见过。你就别装了，我给你点时间，你或许能造点东西出来。但是你已经荒废好几个月了，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底的废物，拿什么跟我玩啊？秦风，你就是一坨烂泥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凭什么跟国师大人比？就是你呀，就是一只井底之蛙，永远看不到天上的月亮。人家国师1枪就能把你打死，你非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秦风，莫非你有办法对付崔牛的火铳？秦风，你只会耍嘴皮子有什么意义啊？当你成为我小老婆的时候呢，我让你好好耍耍嘴皮子。故弄玄虚。陛下，臣提议将秦风押入大牢，以免他触怒国师。没人听你的提议啊！我就触怒他了，怎么着？哎，气死我了！你已经成功的激怒了我。我本来想让你像条狗一样看我如何娶你们女帝，然后杀了你们的家人。现在我决定先打死你这只烦人的苍蝇。让他得罪国师，这下不用我们出手，他也死定了。我早就看他个头型不顺眼。这找死之人啊，拦都拦不住。小凤，快让开！这火铳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一流高手都被他打死了。没事，爹不怕，在他还没有开枪的时候，我就能把他杀了。秦风，你还是退下。朕看过你那些图纸，你应该还会其他打造武器的方法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没事，我不用留柴烧，我已经打造完了。才多长时间就打造出了手枪？你咋不说你造出了战斗机呢？秦风，事已至此，你为何就是不肯下跪认错？如此，尚可救你秦家。小老婆，嫌你搞错了，一会儿他就得给你老公跪下。小畜生，一枪打死你才是浪费我的子弹！
哎，兄弟，有话好说。砍死你！你！别闹！哦！秦风居然也有火铳！国师，怕他做甚？他那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呀！啊，对，我这是假的。来，咱决个斗。小畜生，你就别唬我了，在这个时代的工业水平，根本就造不出这种手枪。就是国师，咱们跟他决斗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。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风采。对，国师，拿枪打他！来，干我！对，他能死在您的手里，是他的荣幸。都给我闭嘴！国师，你怕他做甚啊？他那就是个假货！放屁！老子会怕他这个废物？你不怕？来，我开枪了啊！我开枪了啊！怎么可能？难道秦风的火铳是真的？别乱来啊！一会儿2败俱伤啊！谁他妈跟你2败俱伤啊？就你那玩意儿，装子弹的功夫，我打死你10回了。秦风打造的这把神器，听起来比吹牛厉害10倍。不可能，他在说谎。他要真有那么厉害的东西，他不早就拿出来了？就是，秦风他说谎成性。他要是有那么厉害，他怎么可能被抄家？对，我就是吓唬你的。来，我数1、2、3，咱俩一起开枪，看谁先死。来，4大金刚出来，给我干死这小子！北莽4大金刚前来应战！传闻4大金刚金钟罩大成，刀枪不入。上！什么？这么离谱？你不是说他的火铳是假的吗？怎么看他都像假的呀！一连秒杀了4名绝世宗师，秦风打造的火铳果然是神器。他明明是个纨绔，这怎么可能造出？这不科学！你不可能打造出这么先进的手枪！你哪儿那么多不可能？我就问你，现在还敢不敢娶我们女帝和公主了？还敢不敢针对我们秦家了？赶快说啊！我造的手枪可容易走火。臭小子，你别乱了啊！你只不过是运气好，带了把手枪过来而已，根本就不是你打造的。而我不仅造了火铳，还有火药。火药又是何物？国师大人打造的火药可以轻易炸毁城墙。哎呀，哇，什么这么离谱？女帝，我已经批量生产了火铳跟火药，全面配备到了军队之中。大前女帝，不知你该拿个什么东西应对啊？秦风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什么火药啊？过年放的炮仗。炮仗？那我明天再比一场，让你开开眼界。你有受虐倾向啊？女帝，待你见到本国师明日的风采之后，再不嫁给我，我定挥军南下，屠戮你们大前子民。我们走。哼，要不是还需要点时间准备，当场毙了。秦风，你这个祸害！秦风，都怪你惹怒了崔国师，才造成这样的局面，你难辞其咎。怎么着？我不惹他，他就不进犯大秦了？秦风，你低调点。小老婆，现在得改口了啊！蒋夫君，我咋的？想抵赖啊？我告诉你，陛下还在这坐着呢，别跟我抵赖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诸位不如想想应对的办法。就几个炮仗而已，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。不过什么？朕全力支持你。需要这个。准奏要多少，朕都批给你。哎，对了，我不要银票，我只要珠宝玉器和古董字画。没问题。哎，还有，我只要他们2家的。什么？秦风，你有病啊！你卑鄙啊！这是为何？传闻镇南王府和户部尚书2大家族那是富得流油啊！如今大秦遇到危机了，理应为大秦做点贡献。2家不会不同意吧？多谢。没想到我大秦忠臣如云呐，很像对赵世子的敬仰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；对刘尚书的钦佩更是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呀！会如此慷慨，真乃吾辈之楷模。行了，不就是些珠宝玉器，微臣愿意贡献国家。微臣也愿意。很好，不愧是朕的肱骨之臣。秦风，你可满意？哎，行，不够我再要。秦风，我们的钱你都拿去了，也该跟我们讲讲怎么对付北莽的方法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讲？让你去通风报信啊！你，秦风，我乃忠良之后，也休要血口喷人。秦风，你不要以为拿了银子就能逍遥快活，说明日你没有解决之法，必死无疑。那我也提个建议，要抓就一起抓起来。如果要是赢了，把我的人放了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朕自有主张，都散了吧。秦风，你留下。
陛下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清风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老实交代，该如何应对北莽国师的火药？是啊，现在都是自己家人。嘿，谁跟你自己家人？你还没解决北莽的事情。咦，还不好意思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那顶多算个炮仗。你要想要的话，我给你搞一场。难道你懂制造火药？本宫就不信你什么都懂。小杜，我在。如何制造火药？火药又被称为黑火药，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混合而成。这是何物？他怎么能轻易说出北莽国师耗费心血制造出的火药配方？耗费心血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它叫手机，它才是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吹牛还耗费心血，我耗死他也没他厉害。你还有这种人物？哎，可是北莽国师说了，他还有很多厉害的装备，咱们哪怕知道制造方法，也没有时间打造。陛下，完全不用焦虑，我拿出来这个东西呢，只是为了给你增加点信心。至于装备的事，我早就搞定了。其实这个玩意儿啊，它真正的用途不是用来查询制造方法。哦，那手机真正的用途是什么？打游戏啊！陛下，平时呢，不要为国家战士操劳，是不是？应该适当的放松放松。我教你打游戏，咱俩来个甜蜜双排。那我呢？你去给我俩做点饭去。这样不好吧？我还不愿意在这儿。哼。来，这个游戏叫《王者荣耀》，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人物，然后咱们就直接作战。如今北莽虎视眈眈，咱们在这玩游戏不太对劲吧？哎，那算不了什么危机，要不你看我怎么能跟你坐这儿安心的玩游戏是吧？朕姑且相信你。哎，好了，快开始吧。选一个你喜欢的人物。不要欺负我，会把你弄破。朕要选这个，这个可爱。这个俗称奶妈，量大管饱。放肆！信不信朕挖了你的眼珠子？哎，你别误会，你脾气那么大呢。我这不是告诉你这人物的名称吗？你跟队友好沟通，学着点。还能买衣服？朕喜欢这件，给朕买了。这件有点贵呀，1万两，够不够？勉强够了。这套都给朕买了，那这得5万两。朕堂堂一国之君，还花不起这点钱吗？给朕装。就是好。来，基本操作你已经熟悉了啊。来，咱俩双排上分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Double kill. 清风，他们为什么叫你打野爸爸？叫我打野什么？爸爸，你滚！赵子龙参见。Legendary， Triple kill. Pentakill. Victory. 哎，又超神了，履行赌约吧。拖就拖。不是你堂的一个95至尊，你怎么玩赖呀？怎么，袜子不算衣服吗？这把你要是不超神，朕就剪了你！哎，来吧，又超神了！我看这回你拖啥？你长4只脚？你别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气死我了！这个废物东西运气真好，居然带来了手枪，把老子的风头全抢了！早知道那废物有如此奇物，我们就应该抢过来。国师何必动怒啊？国师还有很多更厉害的神器，不是还没拿出来吗？那是当然。宇文将军，我的那些武器都运送到了吗？启禀国师，都已准备妥当。来人，拿出来！国师，这又是何等神器？这些啊，可都是战场上的大杀器，否则本国师怎么会在战场上屡战屡胜呢？啊！国师不愧为仙人转世，难以推测呀！啊！这些玩意儿啊，可是当今世上最先进的武器。
就算是他秦风那个废物，想破脑袋也造不出来。明天呀，就让他跪在我的脚下，舔我的脚趾头。如今那废物深得女帝信任，只要除了他，女帝必定六神无主。届时国师拿下女帝，岂不易如反掌？到时候女帝见到这些先进的武器，定会对我刮目相看，那还不得争着做我的老婆呀？届时国师再以北莽的兵力进行压迫，我们两个在一个里应外合。到那时，国师得到的可不仅仅是女帝了，就连大前的江山也在你的手中啊！好，到时候你们都是那个从龙之臣，本国师啊会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功劳的啊！好，那我就在这里预祝国师明日大展神威了。北莽国师前来觐见女帝陛下。啊，皇上，打完这把，我带你吃个鸡吧。秦风，你快点，我顶不住了。马上来了，马上来了。这女帝在干什么呀？国师大人，他们不能再害羞吧？这小风不愧是我秦家9代单传呐！哇！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啊！我觉得各位还是回避一下。真是引狼入室！他妈的，你可是我未来老婆，秦风，你个畜生！给我无伤，无伤，无伤，地上无伤，漂亮！呀！太棒了！王姐，还得说是你奶奶的祖，你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王姐，宰超时间到了。什么？我们打了一通宵游戏，都王者2颗星了。大前女帝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如此荒唐！等等，手机？你怎么会有手机啊？跟你有鸡毛关系？哎，我和陛下在这不辞辛苦，日以继夜的在这探讨国事，你们不说关心一下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来指责呢？我看谁敢指责，都拖出去砍了！你小子少在这给我胡扯！我们刚才大家都看见了。谁看着了？谁看着了？宰相大人，你看着了吗？微臣看到陛下正在商讨国事。没错，朕就是在商议国事。你们谁看见什么了？陛下自然是英明神武，只是身边有奸逆作祟。秦风，陛下龙体何等尊贵，你竟然怂恿陛下熬夜，玩物丧志，你该当何罪啊你？就是此等奸邪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们可不要血口喷人。你等会儿再找俩算账。不是孙女儿，你一个北莽的国师，你没事跑大秦来嘚瑟什么来了？咋的？想干涉大秦朝政啊？你配吗？国师大人乃是贵客，更是当世奇人，有惊天伟地之才。有国师大人给我们大秦朝政做提议，乃是天大的好事。不像你这个奸吏，只会祸乱朝纲。敌国的国师来指点自己国家的朝政，你还张着大嘴在那舔，你这不是纯纯的崇洋媚外吗？你，陛下，赵世子耍你。赵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朕昏庸无能，还是说朕手中没有能臣？微臣不敢。你不敢说，那就本国师来说。我不是针对谁，你们在场的大人都是垃圾。放肆！看看我们北莽，在本国师的带领下，已经日新月异。原本我们北莽的国力跟你们大秦实力相差无几，可是现在比你们高出一大截。你们这么多人不如本国师一人，不是垃圾又是什么呢？太嚣张了！秦风，你还不赶紧抿抿他的技？不是你挺牛逼呀，上次没杀了你，浑身难受。就你那把破手枪，连只鸡都打不死，算什么东西？本国师现在可是满级装备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管这叫满级啊？你自信从哪儿来的？你是不知道本国师造出了许多新式武器，若是让你看到，保证你吓尿。我怕我笑尿。哼，敢不敢跟我比啊？我怕你输不起。行，咱们就比谁的武器更牛逼。要是你输了，舔我的脚趾头；你输了，你吃我屎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本国师现在的装备可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武器，你就是想过脑袋也造不出来。崔国师何必和一个井底之蛙计较？我们有的是办法能让他哭出来。这堂堂宰相之子，马上就要给人舔脚趾头了，还真是让人期待呢。秦风，你有把握吗？没事，小老婆，他必吃我屎。秦风，就你一个纨绔，凭什么跟国师大人？简直是以卵击石！来，开盘了啊！新盘口，买我儿赢的10赔1，买他吹牛赢的1赔10。你疯了！
你把那吹牛的赔率弄那么高，那我当然是买秦公子赢了。正常情况下都会买崔牛赢，但庄家不傻，这肯定是杀猪盘呐，所以我也买秦公子赢。来，崔国师，他们下注赌你输呢，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只是气杀我也！你们要是输了，灭你们大前3座城池！吹牛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大秦泱泱子民，岂是你可以任意宰割的？余弟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。这个废物东西，压根就没有放在眼里。我只是给你机会让你投诚罢了。若是你选择嫁给我，一切都好说；否则的话，让你后悔莫及啊！不是崔牛，怎么到了哪儿你都是这副臭德行？什么人都敢娶是吧？你哪来的自信在这里反抗？你要是输了，你们女帝不仅要嫁给，就连大前3座城池的人，我统统杀光！以为老子好说话是吧？秦风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？人家国师的赫赫威名是打出来的，你不要给我们大前子民招来大祸。秦风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害了秦家不说，你还要害陛下，还要害我们大前不成？你们俩二逼给我闭嘴！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想赢我，你下辈子吧，以后上了赛场我就杀了你。你真是不怕风大闪的舌头呀！赛场上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秦风，你小心点。没事，小老婆，他想死，我一会儿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！你们可别耽误了少爷办大事儿。秦风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，你拿什么赌？拿你那条贱命吗？无妨，我就是喜欢慢慢的戏耍对手。他现在叫的越凶，输的时候就哭得越惨。秦风，你能不能别冲动？若是没有把握，还是要三思而后行。没事，我无敌，他随意。秦风，你还是听听黄梅的劝吧。朕知道你天赋异禀，但是就像游戏一样，需要时间发育。这还是你教给朕的，猥琐发育才是王道。但问题是我现在装备已经满级了，我出山那就是咔咔乱杀。怎么的？你不相信我？朕相信你。痛快！女帝居然这么着急嫁给，看来是不好意思说，还找了个台阶下吧？啊！你是真要脸啊！你笑吧，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走，咱换个地方，这太窄了，施展不开。准奏。走啊！来吧，你想怎么比？你选，我让你死得明白点。之前是我没有准备好，就你那把破手枪，能射多远？咱比比呗。哼！这崔国师的火气就是厉害啊，百步穿杨。我看呐，就是最强的弓弩，射程也没有这么远吧？怎么样？我先让你跑3门，一样是杀你。是吗？来。朝这儿开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场比试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，真是蝼蚁的悲哀啊！蚍蜉撼树，死有余辜。秦风，你别冲动。你就不怕我一枪打爆你的头啊？你看我像害怕的样吗？砰！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叶双鹰啊？本想一枪打爆你的头，但是你这个家伙太让我讨厌了，一枪打死你太便宜。当初能够骑在你头上拉屎拉尿，现如今也能够轻易的剥夺你的一切。还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也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，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杀你。范瞎子儿，你在这拖延时间呢。哎，你要是打不准的话，就赶紧投降吧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死鸭子嘴硬啊！秦风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不如我们加点赌注，这一局把你的项上人头压上，敢不敢？他呀，也就只敢动动嘴皮子，这来真的，他可就怂了。哎呀，赵世子想把自己的狗头压上，行，我成全你。陛下见证，我一会儿看你怎么人头落地。秦风，你有什么手段可以应付这一局比赛？
给他准备条裤子，我怕他等会儿尿裤子里。秦风，朕相信你可以。少爷，你的宝贝到了。这么长一个箱子，不会是装了什么弓箭吧？干嘛？眼睛瞪那么大干嘛？他们没见过，你还没见过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何物？为何北莽国师如此紧张？你喊什么喊？你吓我一跳！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打死你！啊！崔国师的神器怎么失灵了呀？臭小子，做了什么手脚啊？我怎么能跟你一起穿过来呢？还博士呢？你智商堪忧啊！这土枪就能装1发子弹，你刚才都打完了。我跟你拼了！国师大人，先别冲动，比试还未结束，我并不觉得这小子他射的比你准，他铁定赢不了。我，你懂个屁呀！秦风，这件武器很厉害吗？哎呀，这火箭竟比北莽国师的还厉害许多。秦风，你真是当世奇才，大钱之福。低调啊，低调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说要赌上自己狗头那家伙呢？来，站出来说2句。那靶子都没有了，肯定算秦风输了呀。你们当朕好忽悠吗？国师大人，快想想办法。小子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战场上的大杀器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你鱼死网破！这是火药，这么一大包，足以毁灭方圆10丈之物。崔国师啊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有种你点，我就不信你不怕死。再比比，我再给你看。两位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秦风，不要把事情做绝，太冒险了。朕还是低估了秦风的胆量。开盘了啊！新盘口，吹牛若是敢引爆火药，赔率1赔100。有没有继续下注的？老秦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！没事儿，他不敢点。谁说我不敢点？你点啊！我马上就点。你现在点啊！别逼我，快点点！我就点给你看。你别磨叽了，赶紧点！妈的，一起死好了！我说你废物，你还真是个废物！来，用我这个。又骗了一个宝贝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还真点啊！没事，来，我帮你啊！你妈的，你疯了！你妈的，你疯了！小子，给你！你怎么给我的？你不要这样！你去你的吧！公子小心！秦风，别逞强！秦风，快跑！这怎么没炸呀？体线都被踩灭了，还爆炸个屁啊！秦公子还真是艺高人胆大。李夫君还有更大的地方呢。卑鄙！你小子有本事，别把引线灭了呀！我是真服你，人不要脸则无敌呀！你跟世子大人是为我们大钱着想，哪像你自私自利。再说了，这比赛还没结束呢，你得意个什么劲儿？就是，人家国师大人的炸药没有爆炸，完全是顾虑在场有这么多人，万一炸了，那影响不好。我跟你讲，这才叫心怀大义啊！哎，对，我就是大义。我是这么考虑，这女帝是我的老婆，我怎么能够伤害她的臣子？不要脸，无耻！吹牛啊，吹牛！你怎么比他还不要脸？我要是不了解你什么为人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好，真玩是吧？他刚才不说了吗？比赛还没结束呢，这回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小人得志，只是让你捡了个漏而已。你真以为我没其他的武器了？看看，这是什么？
这种武器太恐怖了，若是用来对付我们大秦的军队，岂不是死伤惨重？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怎么还把炮仗拿出来了呢？炮仗你能炸死？你的枪虽然厉害，但只是单体伤害，我的手榴弹可是范围伤害，战场上的大杀器。范围伤害？你以为你是法师啊？范围伤害？我告诉你，你的那点玩意儿在我这不够看。什么？你还有啊？还有啊？哎，你小子他妈开始吹牛了是吧？哎，国师，哎呀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针对他。秦风，崔牛的手榴弹威力确实很大，两军相战，大秦会吃大亏。陛下别紧张，我陪你玩。小玉，把我那家伙事拿上来。秦公子连手榴弹都能对付？倘若我拿出这个来，阁下该如何应对呢？你怎么会有这玩意儿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假的。假的？来，我朝你开一炮，看你敢不敢接。来啊！你别以为我们有更厉害的武器啊！你先证明他是真的再说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不敢。你小子，难道你的那些破烂玩意儿能比我们国师大人的神器更加厉害吗？就是。不是他都闭嘴了，你怎么还出来质疑呢？怎么着，想送个人头啊？哎，秦风，陛下大人可在此，你要王华要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让你等了吗？你不愿意等，你滚！你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东西。来试试，来，试试，哎呦呦！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威力怎么那么大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威力这么大的杀器，我不相信这个废物有。恭喜陛下，我大秦能有如此武器，何愁外敌入侵？秦公子好强！秦风，你竟然能制造出如此威力强大的武器，真很欣慰。哎，小意思。孙女儿，我问你，是不是真的？服不服？这他妈不科学啊！在这个时代，怎么可能造出这种武器啊？没招了吧？无计可施了吧？跪下来，跪下来投降！我他妈想问你，从哪弄来的？我编出来的，咋的？你不服啊？不错，是很不错。你以为我没有其他更厉害的武器了吗？想稳赢我，还早着呢！咋的？你还打造了什么破铜烂铁啊？来，一口气拿上来！许巍将军，将我的大家伙挥出来！是，国师大人。哇，国师大人，这是何物啊？此物名为红衣大炮，重达1200斤，由玄铁打造，射程可达800米，一击可破城门。我他妈轰死你！不愧是国师大人，这才是战场上的神兵利器啊！小畜生，你的火箭有我的红衣大炮强吗？咱们对轰试试。对，危险！没事，二弟，对轰就对轰，不过我不拿这个给你轰。小玉，把我意大利炮推上来。好嘞。你怎么会有这玩意儿？来呀，热轰啊！来啊！能轰死我，我也能轰死你！哎，对了，你那个东西是不是得提前上火药啊？你上，我等你。你上的时候小心点儿，别炸膛了，把你自己炸死，没人跟我比了。气死我了！这个垃圾般的家伙，怎么可能压我一头？国师大人，别着急，我看这个纨绔，他拿来那个大炮，绝对是个仿制品，没有什么威力。来人，装上火药，老子今天非把他轰个稀巴烂！崔牛，你别乱来。没事，陛下，不用紧张。翠牛，我发现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。这之前火药都受潮了，你忘了？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不要虚张声势，在这个时代，不可能造出这种武器，也不可能每样东西都是真的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你有种你就点，你看是你点得快，还是我意大利炮打得快？秦公子，无需冒险。秦风，还不赶快跪下道歉！得罪了国师大人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秦风，你想用你的任性来赌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，你是何居心？你点不点？你不点我打了啊！小玉，准备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有话好好说。国师大人，怕他作甚呢？就是，他就是小人得志。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咋的？怕了？求我？不可能啊！你这水平，提升科技实力不可能这么强。你以前就是个沽名钓誉的角色，你打不过我那是正常的。看来这计划得提前了，小子，你想赢我还差得远呢。崔牛，你还有什么计划？还有个屁计划！就以他的尿性，他有东西他早就拿出来炫耀了。秦公子，
我要清平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这小子的底细我调查得很清楚，刚刚得到女帝的赏识而已。就算有东西和技术又如何？拥有成熟的工匠和材料还远远不够，根本不可能批量生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北莽的军队早就配备了枪械、火药、大炮，所向披靡。今日我前来只不过是想提前迎娶女帝，既然你们还敢负隅顽抗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大前疆域，志在必得。什么？若是北莽的军队都装备这种恐怖利器，那战争还怎么打？哼，我早就说过，北莽军师乃是神仙转世，与之交好才是上策。你们非不听我，非要听信秦风这个臭小子的混话。现在倒好，连国家都保不住了。信谁不好，非得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废物身上，这下好了吧？自寻死路。国师大人，我们大前呢是完全想要和北莽交好，这一切都是这小子一个人的错，可不能牵连到我们身上啊！哎，算你们识相，女帝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这冰雪公主也是人间绝色，你们两个现在立刻嫁给我，可以网开一面呢。无耻！下，你休想！翠鸟，别忘了，你现在在大前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来立威的。今天这事儿给你搅黄了，那又如何？我们北莽的军队早已压境，你们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否则大军压境，你们女帝也会成为俘虏。你真是人如其名啊，小子！别以为你有些破玩意儿就在这里拽，赢了我又能如何呢？大势之下，等待你们女帝的将会是社稷倾塌，生灵涂炭。秦风，你还是不是男人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能？就是，秦风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早就跪下乖乖道歉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要是跪，你们自己跪，没人拦着你。这吹牛吹了几句牛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秦风，你可有办法对付北莽之军？相信以秦公子的绝世才能，一定有办法吧？我没办法，我又不是神仙。刚才他说的对，我没有时间去找这个成熟的工匠来打造兵器，更何况还得训练军队，这时间上根本来不及。那我大秦之军该如何应对北莽的虎狼之势？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投降吧。女帝，冰雪公主，你们还是乖乖的洗干净，等着我来宠幸福。那本宫今天就先杀了你再说。杀了我又能怎么样？一样改变不了你们的命，甚至我死了，你们大前的子民都得陪葬。公主殿下，万万不可！你若是杀了北莽国师，那北莽必然会疯狂报复，大前生灵涂炭的。国师大人，我们可得罪不起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要杀只能杀秦风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让国师大人消消气了。说得好啊，公主。马上杀了秦风，我立即下令退兵。秦风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放了崔牛？你做决定吧。陛下，还是让崔牛走吧，没必要赶尽杀绝，也把大前逼上绝路啊！臣附议。冰雪，放他走。杀呀？怎么不杀了？本宫怕脏了自己的剑。小美人儿，越辣我越喜欢。你迟早是老子的人。哎，手，不是怎么都到古代了，你这毛手毛脚的坏毛病还没改呢？你不过师吗？你就这素质啊？小子，你就等死吧。比赛还没结束呢，我还有好东西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哎，不必了。是。本国师的能力完全可以碾压你，没必要比。老子忙得很，分分钟能开疆拓土。这又是什么神器？拜拜。别呀，看看呗。幸好本国师准备了坐骑啊，反正世间第一极速，且永远不会疲惫。你们休想追上我！哎，拿都拿来了。走。哇，国师此等神器，竟比千里马还快，而且还刀枪不入。就是。你到底会不会开车？还转什么两圈？开来，我开。是。啊，
这，虽然如此，依然很快。对，孙女儿，这就是你坐骑啊？通风挺好啊。小废物，你等着，我马上下令快速进攻，到时候对你们大前烧杀抢掠，让你们大前死命痛不欲生。那我看你还是别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！走，快走！秦风，你疯了！陛下，快阻止他！秦风，莫要冲动。这崔牛虽然可恶，可是杀了他只会引起北莽的反噬。你没听见吗？你这个纨绔，连陛下说的话你也敢忤逆！松开！陛下，就算咱放了他，他也不会放过咱大前。我太了解他什么德行，要我说就直接杀了。皇姐，秦风说的有道理，放虎归山，注定是后患无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杀！他那破玩意儿跑不远，现在追他还来得及。秦风，你这个灾星，你难道想要害死大前无数的黎民不成吗？正义已决，谁敢反对？怎么样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去！秦风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也要去。在这等着我。哇！哼，这么大个铁疙瘩，根本就跑不起来，还想去追国师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这个败家子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实力，就能先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我家少爷才不是呢，我家少爷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走着瞧，你就等着输吧。经过刚才的比试，我儿子说他会飞，我都相信。哼！陛下，公主，又来不及了，快上车！陛下且慢，此物来历不明，贸然上去怕是会有危险。朕相信秦风。秦风，这是何物？能追得上崔牛吗？我追不死他。你做什么？朕的皇位还在后头呢。陛下，你脸怎么红了？秦风，你别太过分。还没过门呢就打老公啊？老耿，给他系个安全带。老耿？那我叫老耿，我给他系的安全带嘛。走。不行，我得跟上去看看。下！可恶，怎么会这么快？下！怎么可能？这家伙的神技居然比崔国师的神技还厉害！嘿嘿，等本国师回去，马上批量生产老头的，到时候给军队一人颁发1辆，那不比汗血宝马还叫10倍啊！哈哈哈！不愧是国师大人，届时大前不过是国师的囊中之物，连大前女帝也得乖乖就范。还有秦风那个小畜生，我让他生不如死，我让他跪在我面前，看我怎么玩弄他们的女帝，怎么虐杀他们的子民。好主意，敢和国师大人作对，这便是下场。哎，国师大人，那有个铁皮壳子在追我们，速度好快呀！4个轮子，怎么可能？那玩意儿叫汽车，别说是发动机了，就算是车架子，在这个时代也不可能造得出来。我操！奔驰大 G， 快跑！国师大人，那是何物？为何如此凶猛？别问了，是他们追上来了。这老天爷在玩我呢，怎么可能会有奔驰？哎，孙女，就你这小老头了，能跑过这大 G 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宝贝？你先关心下你自己吧。秦风，揍死他！崔牛，你也有今天！别搞我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让你再嚣张，再嚣张一回看看。
两位美女，坐稳了，起飞喽！怎么可能？这家伙的坐骑居然比崔国师的还凶猛！姐夫，你们不要命了！我一定会骗了你们大钱！你还装？我现在就干了你！小畜生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武器我都打不中。这狗子命真大，这都撞死他。现在他不死也脱层皮了，这次算是给他的教训。不行，我追上去，我必须把他干死。君寇莫追，谁知道此寮有没有设下埋伏？而且你现在是大钱的希望，可不能以身涉险。行，那我听你的，我不整你，但是别让我碰你，下一次绝对干掉。我们走吧，反正朕啊气儿也顺了。宇文霸，传令下去，北京全军出击，送大钱活捉女帝，生擒那个小畜生！末将遵命。清风，你这个坐骑真是太威风，速度奇快，坐着太好玩了。还有更有趣的，他还会唱戏呢，你信吗？你就别逗朕开心了，除非他是天上的神物。神物，来给陛下唱段戏。好神奇啊！太神奇了。陛下，以后你要是想兜风或者想听戏，喊我，随叫随到。朕想自己开车。行，我教你。秦风，想不到你这么有能力，这一次全靠你力挽狂澜。当初我还以为你是个纨绔，当时我有眼无珠了。哎呀，装的，不是想为我们大钱隐藏点实力吗？怎么，皇妹，你是心甘情愿了？人家秦公子长得英俊潇洒不说，还是天纵奇才，受人倾慕不是很正常？皇姐不也很看好秦公子吗？你们可是彻夜长谈哦。那朕将你许配给秦风，只要秦公子不嫌弃，我当然乐意。这本来就是履行礼约。那朕回宫之后，就给你俩定下良辰吉日。大老婆还没确定呢，小老婆先给我定下来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没说什么。到了。来了来了！小风，如何？追到那个吹牛没有？简直是白日做梦！北莽国师的坐骑何其急速，就凭他那个大铁疙瘩，怎么可能追得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光追上了，而且还差点撞死他。哈哈哈哈！蒙将军，郭大人，本相又赢了。老秦，你儿子这么牛逼，你咋不早说呢？赌博有风险，我最初就说过，我儿定能大获全胜，但你们偏要下注那个吹牛。赌博是有风险，但是提前预知了结果，这叫投资。本将军愿赌服输。不过宰相大人，你儿子有这么多战争利器，卖给我一些，价钱都好商量。蒙将军，此事还是你自己去办。本次秦风立下大功，朕会重重赏他。想不到秦家真能翻盘。哎，贤侄啊，咱们以前啊都是误会呀，其实咱们两家的婚姻完全可以离去的嘛。哎，去，快去。秦风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龙凤，不如我们……滚犊子！为什么？凭家世容貌，谁能比得上我？来，论才华，论容貌，你看你哪儿比得了？你以为公主能看得上你吗？朕顺便宣布一件事情，将冰雪公主赐婚给秦风。你给我等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陛下，臣等告退。陛下，我看这就挺好的，我就在这儿教你开车吧。开车？这个东西叫做奔驰汽车，驱使它的时候，你就叫开车。好，朕想开车。下车！踩刹车！朕踩了！你踩的是油门！方向盘别打那么大！这怎么这么难开呀？现在不是能不能开的问题了，要是再不刹车，咱俩都得上报纸。刹车！踩刹车！下车！我开。不行，
生，朕刚刚才学会开车。你开吧，我下车。哎，怎么？你不信任朕？开。坐好了。秦风，你击退北莽国师，立下大功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加官进爵、金银珠宝，朕都会给你。那我就先谢过陛下，等我想好了告诉你。陛下，大事不好！北莽50万大军全面侵犯，一日之内，北境连续3座城池火烧。什么？北莽竟如此嚣张！陛下，末将愿领兵前往支援。都怪秦风惹怒了崔国师，这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没错，请陛下严惩。微臣提议，不如将秦风捉拿起来，交由崔国师处置，如此方可平息当下安稳啊！秦风是有功之人，你们居然也好意思说这种话？不是，这崔妞想进犯大前，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那怎么就能赖到我头上呢？我们大前本可以与北莽交好，两国相安无事，都怪你这个废物，非要惹怒崔国师。陛下，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，那我们大前必将生灵涂炭。赵世子所言极是，陛下，这一切都是秦风造成的呀！王姐，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。崔牛狼子野心，觊觎我大前已久，这根本就不是秦风一个人的原因。他秦风就是罪魁祸首。陛下，臣提议将秦风缉拿，送去北莽，给崔国师赔罪，来平息崔国师的怒火，这样才能解救这场危机。否则大前岌岌可危。这是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。臣附议制裁秦风这个狂徒。微臣赞同赵世子，必须严惩秦风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不过我相信会有正义之士出来支持我。本将军反对赵世子。蒙将军，继续说。末将认为秦风有功，若不是他大发神威，狠狠打击了崔牛，北莽现在恐怕会更加嚣张。秦风此举分明是让我们大前将士们士气大振。那又如何？如今北境连续失守，这才是不争的事实。北莽早已屯兵边境，虎视眈眈，进犯不过是迟早的事情，又与秦公子何干？蒙恬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忘我对？少给我来这套！就你那点钱，还想收买本将军？老子跟着秦公子才能建功立业，谁稀罕你那几个臭钱？哎呀，秦公子，这么多神器，当真送给我？蒙恬将军一心为了大前，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。多谢秦公子，本将军一定冲锋在前，痛击敌国。蒙恬，你可反水我镇南王府！老子这叫良禽择木而栖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蒙将军这才是俊杰，不像某些鼠辈就卖就卖。败家子，你少泼脏水！陛下，如今北境战事告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秦风给他交出去，这样才能缓解局势。仗还没打呢，就先要把自己人卖出去，你这不是卖国求荣，你这是什么？可笑！北莽大军实力何其恐怖，拿什么来反击？你反击不了，不代表别人反击不了。秦风，你真的有办法对付北莽大军？你给我2天时间。陛下，切莫可轻信秦风的空口白话，指不定转眼他就要畏罪潜逃了。朕相信秦风，退朝。圣旨到。秦风接旨，陛下赐婚，秦风与冰雪公主于明日完婚。这么快？怎么，秦公子似乎不是很开心，是不喜欢冰雪公主吗？哦，那倒不是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？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？陛下有问题。秦公子还算有点良心，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。少爷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？这段时间以来，陛下压力太大，秦公子得罪了北莽国师，北莽大军如今疯狂进攻，北境生灵涂炭。那崔妞什么德行我太了解了，她就是因为在我手里吃了瘪，然后想方设法的搞点事情出来，找回点面子。秦公子安心成婚就是，其他的事情无需担心。好，你回去告诉陛下，我会跟公主成婚的。那就提前恭喜驸马爷了，我先回去复命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事儿啊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秦公子好好当你的新郎官就行。告辞。不是那个爹，我觉得跟公主成婚这事儿没必要这么着急。这是为何呀？小风啊，你在搞什么？这可是陛下亲自赐的婚，你刚刚也答应了，难道你要欺分犯上不成？少爷，你难道真的不喜欢冰雪公主吗？我不是，
我只是觉得这事儿没必要这么着急。你不也告诉过我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贼寇未灭，何以为家？又不是大将军，那倒扣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管你什么原因，必须娶公主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秦家才能翻身呐！老弟，你听我说完。我不听，你必须娶公主，不然别认我这个爹。少爷，哎呀，行，我娶。秦公子，王宫禁地，生人勿近。拿着。啊，秦公子，这是何物？这个东西叫对讲机，你拿着它就能跟皇宫里其他的侍卫随时沟通。你想想，那这样皇宫的守卫是不是加强？那你加官进爵，那还是问题吗？不是，这你不相信，我给你试试。你在这等着。有刺客。不是，怎么样，秦公子，这么神奇吗？以后你要是表现好，我多给你做几个。哎，谢谢秦公子，往后任凭差遣。懂事儿。哎，秦公子，职责所在。你也知道我马上就是驸马了，那以后国家大事，皇上都得找我商量，那商量我是不是得进去商量啊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驸马爷，您请进。一点也不懂事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陛下，秦风已经答应了和公主的婚事，但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一直在试探。算他还有点良心，还知道关心朕。既然这样，朕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陛下，请三思。朕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陛下，这么做真的值得吗？朕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要为天下苍生考虑。陛下完全可以想想其他办法，何必非得牺牲自己？现在整个国家最缺的就是时间，只要冰雪能作为新一代的女帝，加上秦风辅佐，朕相信大钱一定能迅速崛起。朕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为大钱争取一些时间。可是，陛下还真是心系天下呀！你还看？不好意思，事态紧急，逼不得已。有什么急事要闯进来？秦风，不得无礼，还不速速退下！说好一起打职业呢，却想丢下我去嫁人，嫁的还是我仇人，你说我该不该着急啊？秦风，不得无礼，还不速速退下！你怎么知道朕要嫁给崔牛？我认识你多长时间了？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了解？这只是你猜测。你不就是想嫁给崔牛，让北莽大军停止进攻，给我争取点时间，制造武器，对吧？你刚才不也说了吗？除了这个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朕也不想解释。哇，你好伟大呀！为了给我争取时间，连自己的幸福都不要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，我不是缩头乌龟。他不是想要我的女人，我明天就去废了。你说谁是女人？你别胡说八道。都这种情况了，还不说女人？大包天，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？青青，杀了他！是，陛下。你自己动手。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，你随时杀了我。你太自以为是了。陛下息怒，不要冲动。驸马爷可是整个大秦的希望啊！希望又如何？恃宠而骄，以下犯上，死罪难逃。让此等狂徒执掌大权，才是祸害。对，我该死，但绝对不是因为我冒犯了你，而是因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可是我没有珍惜。等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，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死了。你杀了我吧！你别再逼朕了，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朕就杀了你！你的剑在我的喉咙上割下去吧，不要再犹豫了。若不能跟我最爱的人在一起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，因为我爱你。你别说了，陛下，你果然舍不得杀我。朕不杀你，是因为你是国家栋梁，
才饶你一命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？这枚挖了你的双眼已是恩赐，你别得寸进尺，赶紧滚！我滚。但是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不回答我不走了，反正跟你们在这泡着也挺舒服的。无赖，赶紧滚出去！交出来衣服！哎呀，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陛下不愧是天下第一美女。少贫嘴，再胡说八道，朕就叫人把你请出去。我没胡说八道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。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这还是嫁给崔牛算了。我不允许你这么作践自己。朕也不想嫁给崔牛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击退北莽的50万大军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？小事。北莽如今势如破竹，我们大秦即将面临国破家亡，以我们的装备根本抵抗不住。届时就算是朕不同意，他们也会将朕强行掳走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朕再为大秦做些事。陛下，我要是说我能帮你击退北莽这50万大军，你能不能答应一件事儿？什么事？嫁给我。朕怎么可能嫁给你？要结婚也是朕娶你。我嫁你也行。哎，刚才你听见了啊？你自己说的，你不能反悔啊。是朕说的又如何？你先击退北莽大军再说。现在说这些可还为时过早。不早，到时候你别不承认就行。哎，记得多准备点彩礼啊。朕要看些实际行动，而不是满口空话。呀，还挺现实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我带你见识一下。走。就算欲对朕行不轨之事，也不用挑选这么一个地方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来，跟我一起念般若波罗蜜。不是兄弟，我每次找你拿货，你不是说刮风就是下雨，做不做生意啊？啊？不差钱儿啊？行，好了，你给我准备吧，别乱跑。清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如此宏伟，如同仙境一般。这是2000年后的今天，就是未来世界。朕来到了未来世界。那朕还回得去吗？我能把你带来，我就能把你带回去。你是说在这里能找到对付北莽大军的方法？对，就在这儿，我已经办好了。咱俩在这儿边玩边等，我带你吃个东西。走。来，来，陛下，饮料。哇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古风美女了，太美了，真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。清风啊，他们都是谁？为何老盯着朕？他们也太放肆了！别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走。治理民风就这样，他们比较敬仰你，这不瞻仰你吗？啊，这是何物？毛肚。毛肚？该怎么吃啊？好，我教你啊，放在这里面啊，涮，蘸着料，蘸这个东西吃，试试。这也太好吃了。好吃啊？就是有点辣。这是何物？梅毒，喝吧。这也太好喝了。这个叫肥宅快乐水，搭配火锅，冰火2重天。好，朕回去以后让御厨给朕天天做火锅吃。陛下，今天教你玩另一款新的游戏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吃鸡。吃鸡？可是我不会玩。我教你，来，这个手控制走路是你的腿，这个呢是你的眼睛，左右看，左右看。哎，跳伞了。往左，哎，好，捡东西，对，看那边，快看！我操，什么时候游戏配完的小姐姐质量那么高了？这小子挺会玩，还点个穿骨头呢，牛逼！往左，
我走，左边有人，上来。喂，哎，准备好了？这么快？那行，让我们现在过去。好嘞，走吧，别玩了。哎呀，你等会儿，我刚学会呢。不是你这陛下，怎么玩心这么大呢？快走吧，办正事儿要紧。你等会儿。哎呀，游戏什么时候都能玩啊？不是，你听我的，我最后一把，我把它打完。哎呀！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在老地方，随时可以继续，绝对包你满意。不过这次这费用嘛，可不能少。我哪次少给你了？陛下，把那块古玉给他。哦。清风，这块古玉真的够吗？够了，合作愉快啊！哎呀，走吧，陛下，咱先回去吧。现在解决大秦的危机要紧。清风，你说大秦未来真的能建设成这般吗？你放心，你的梦想我帮你实现。小风，太有本事了！这么快就搞来这么多神器。是啊，少爷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你少爷还有更厉害的地方呢。清风，这么少的装备，咱们真的能赢吗？北莽可是50万大军，都配备了神兵利器，咱们这些装备啊，顶多配备1000人。放心，这事包我身上，还有更多的装备都在路上呢。皇姐，不好了，北莽大军攻势凶猛，还联合了好几个国家，兵力达100万，形势岌岌可危。什么？速速上场！陛下，北境危机你已知晓，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秦风。若不是这个废物得罪了北莽国师，这北莽的大军怎会如此疯狂？吹牛的条件是让陛下嫁过去，那怎么着？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呗。那你们没人站出来，我站出来，我还有罪了是吧？那你也不该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去触怒北莽国师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诸位不如想想应对的办法。陛下，北莽国师说誓杀秦风，所以微臣觉得只有将秦风交出去，来平息北莽国师的怒火。只有这样，大秦才能平安度过。荒谬！臣复议，微臣同意。满朝文武都认为我大秦打不过北莽，是吗？到底是哪位将军愿意出征？哟，怎么着？都是文官啊，没有武将啊？还是不敢站出来？那这破天的富贵可砸我脑袋上了。大言不惭，秦风，如此大话，小心闪了你的舌头。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只会耍耍嘴皮子而已。陛下，北莽国师联合了附近的几个国家，现在拥兵100万，而且他们的武器遥遥领先于大秦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场他根本没法打。你没法打，不代表别人没法打啊！纸上谈兵，只会耍耍嘴皮子，谁不会？陛下，臣愿领兵出战。好，朕任命你为大元帅，统领3军。陛下不可，要弹劾秦风，他已经将大秦害得这么惨了，怎么可能还任由他胡来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人头送给北莽国师。复议，此等灾星不除，老臣宁愿告老还乡啊！陛下，缉拿这个灾星，问斩秦风。你们都疯了！都辞了吧，以后朝堂只要秦风一个人就行了，养那么多废物也没用。公主何出此言？在座的诸位老臣都为大秦立过汗马功劳，你现在这是胳膊肘往外拐。陛下都没说话，你一个公主想越俎代庖不成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咱们公主殿下马上要嫁给这个废物，自然是要帮着他说。不管本宫嫁给谁，想要杀你，还是无人能敌。怎么能让我的小老婆亲自动手呢？你，还有你们啊，公主对你们还是太仁慈了。我看也别告老还乡了，我直接给你们原地厚葬了得了。陛下，臣等忠心耿耿，竟会受这样的侮辱，臣等心寒呐！陛下，陛下，难道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奸孽残害我们这些忠臣吗？若是秦风真的能为朕击退北莽大军，你们该当如何？他不可能做到。好，若是秦风没有做到，朕愿意退位让贤，这个皇位
你们谁做都可以。要是秦风做到了，今天在场所有针对秦风的人，朕都不会放过。都不说话是吧？朕就当你们都听到了。冰雪，传朕口谕，朕御驾亲征，秦风为元帅协同，由冰雪公主代为监国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请陛下三思啊！陛下，朕意已决。其他大臣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既然是陛下的决定，那我等自然不敢反对。那就按照陛下所说，但若秦风做不到，他必须得死。你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一天了，知道吗？倒是你俩，到时候跟你们爹一起滚。休得意，北莽国师不是你这种蝼蚁能对付得了的。其他人呢？还有没有意见？臣服役。如果秦风真的赢了，那臣以后便退出朝堂；反之，他便要以人头谢罪。复议，如果秦风真赢了，老臣甘愿受罚。臣等复议。好，非常精彩。你们这群低智商的人，我觉得也没有留在朝堂的必要了。但是你们到时候走的时候，千万别哭得死去活来的，我心烦。死的一定是你。事到如今，末将也只能站出来了。陛下，北莽的战事就交给末将吧，对付北莽大军，末将最有经验。蒙将军，别闹了，别跟他们装了，一起去得了。准奏，蒙将军经验老道，此次战役更添胜算。国师大人，最新消息传回，大前女帝准备御驾亲征。哦，他居然主动送上门来，也生擒了他。还有那个小畜生秦风也会跟随出征。据说那小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立下赌约，如若不能将我们击退，宁愿就地自裁。狗急跳墙了呗！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跟实力，他还以为我们打造不出那些高级装备，真是可笑。大秦的赵世子每天都在监视着他，说他整日只知与女帝和女官们私会，压根儿就没有心思放在打造武器上。废物果然就是废物，来了又能如何呢？论能力跟实力，还远远不如我们。让他再蹦跶2天吧。那，国师大人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大前边境的军队已被我们完全压制，几乎没有反抗之力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，杀秦风，灭大前，抢女帝。是。秦风，这望远镜也太神奇了，如同千里眼一般。这破玩意儿算啥呀？等会儿带你们玩无人机。陛下，仅凭我们20万援军，很难跟北莽的100万联军抗衡啊！要那么多人干嘛？看热闹啊！秦风，你确定没有开玩笑？我可是收到消息，我大前边境40万大军在苦苦支撑。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像。我相信我家少爷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人看着虽然不靠谱，但我做起事儿来绝对靠谱。就他们两头烂蒜，等会儿凯旋而归，回去带你们开香槟。秦风，不是朕不相信，一旦失败了，不仅朕的皇位难保，你的性命也堪忧。陛下不必担忧，末将愿意肝脑涂地。我打王者，我打野，我都带你飞呢，这次我也带你飞。再说了，我都带你去过现代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？好像也有道理。哎，带你们看个大家伙，走嘞！今天带你们看看什么叫战场的真正的大杀器，给我向右看。哇，秦风，这是何物啊？怎么如此高大威猛？何物？这个物叫坦克，可翻山越岭，碾压一切。崔宁他们见了都得疯了。当真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怪不得秦公子这么有底气。看吧，我就说我家少爷是最无敌的。这么大的铁疙瘩，真的靠谱。好，秦风，你这次立下了大功，我大前有救了。将军，我们已经多人受伤，且弹尽粮绝，援军再不赶来，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。不要慌乱，陛下已经调兵遣将，援军马上就到，一定要坚持住，誓死追随将军。
誓死追随将军！誓死追随将军！一群乌合之众，还不速速投降！现在投降，可以饶他一命。走，杀无赦！痴心妄想！大前将士来都是战死疆场，绝不投降！愚蠢！在本国师这些神器面前，你们都跑不了！你不要太得意了，崔妞。我大前的援军马上就到，想死赶紧蛋！可笑！有了本国师这些神器，你们来多少援兵都不够，统统打爆啊！真是大言不惭！我看你是找死！国师大人，何必跟他们这么多废话？先杀他一波，他们自然也就乖乖认怂了。好，那就先杀他们一波。我倒是要看大前女帝和那个废物敢不敢来！遵命！开火！天要亡我大前呐！听说陛下和驸马率领援军赶来，我们还有胜算吗？驸马爷那个败家子怎么可能前去打仗？他师已去啊！我来了。怎么说？援军到了，秦公子，援军来了多少人？就一人。大前亡矣！废物东西，你一个人前来送死，还真有种啊！哎，孙女儿，要不你把他们放了，我留下来怎么样？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！哦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意思我死了，你也不打算放过大钱了呗？是又如何？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忘了你之前怎么说的了？之前是之前，你的武器是先进了些，但是又能如何呢？杀得了几个人？身后可是有100万大军。我要是拿出来更厉害的武器，你怎么说？有的话，你早就拿出来了，不用一个人前来送死。更何况，你以为我没有别的武器？来人，把我的宝贝拿出来，开开眼。吹牛，你能不能别逗我？我笑点低。死鸭子嘴硬，你想死的话，没那么容易。国师大人，对付这个小废物，何须您亲自出手？我们代劳即可。好，上，不要一下子打死了，慢慢折磨。遵命。给我上！废物东西，会让你看看我是如何灭你们大前，抢你们女帝，诛你们九族的。崔牛，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这不要脸的一出。亮个相吧，小宝贝儿！我不信，这肯定是假的，我不是做梦吗？哎，国师，哎，怎么样，刺激不刺激？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投降还来得及。哼，不信你有这么多弹药，都也要死下！我用人海战术怼死你！什么意思？就是宁死也不投降呗？投降？看你是在做梦吧！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女帝和公主抓起来，好好让我享受。秦风，这实在忍不住了，现在就干我们的！西江，你别出来，准备开火！陛下，是陛下，我们有救了！陛下，不要以身犯险啊！撤退，撤退，撤退呀！你现在想跑啊？晚了点吧！各位美女们，选一字后，开火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！怎么可能？仗还能这么打？陛下威武啊！这都是多亏了秦风提供了那么多神兵利器。这些装备竟是驸马爷所打造，驸马爷真是神人呐！天上无敌，天上无敌，天上无敌，天上无敌！
停火！秦风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你看我像这么善良的人吗？啊，兄弟们，跟我一起跑他家祖坟！将士们，给我上！老子一定会回来的，我就不信他弹药无穷无尽，总有用完的时候。有吗？跑得挺快嘛。是啊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怎样？不是要抓我吗？不是要抢我女帝老婆吗？我他妈让你跑，让你跑！你敢打我，我要北方大军灭了！来，继续说，继续说，别打了！哎，你大爷的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认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让他死了呀！骨头还挺硬。哎，我操！秦风，驸马爷，青云城被大量联军所围困，还等着你跟陛下前去解围。当务之急还是先支援。好，马上赶去青云城。上呀！陛下，我们快坚持不住了，咱们的城门马上就要被摧毁了。到北莽勾结数国，这么多兵力，还是有100万之多。上面可是大千女帝，还有蒙恬，你这个手下败将，还不速速投降？朕御驾亲征，尔等狂徒休得猖狂！居然是这个家伙，情况不妙啊！老蒙，你认识他？此人乃是北莽军神，当今世上能跟他打成平手的几乎没有，领兵作战未尝一败，连我巅峰时期也得退避3舍。陛下，此辽屡次带兵进犯，我北境完全抵挡不住，接连失守。军神是吧？未尝一败，那我今天就让他败一败。驸马爷切莫轻敌啊！此人武道通玄，用兵入神，而且这么多兵力，我们能抵挡住就已经是万幸了。最后再问一次，再不投降，等本帅攻破城池，也下令屠城。我们主帅过五关斩六将，没有一合之敌，尔等赶紧下跪求饶！秦风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我们的神器虽然厉害，也抵不过对面的100万之众，更何况对面的统帅还是绝世名将。陛下，你慌什么呀？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，叫擒贼先擒王？哎，咱打个赌，你说我如果要是把他主将杀了，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，他们会不会军心大乱？驸马爷，理论上是没有错，我也想诛杀此贼，可是比登天还难啊！这几乎不可能完成。宇文无敌在大军的后边，他自身又是宗师强者，想杀他千难万难。此辽当真如此凶猛？不瞒陛下，最近我大前名将死在这厮手下的不到100，也有近10个了。该死！蒙将军，你是否有信心将其斩杀？朕重重有赏。这，我顶多跟他5-5开。不能再拖了，城门即将失守，不如我们殊死一搏。我来吧，我来杀了他。秦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对面可是武道宗师，身边还有诸多高手护卫，你如何孤身一人闯入万军之中与之对战？是啊，驸马爷，你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若是你也出点什么意外，那我们士气不是大减。谁说我要冲过去干他了？我就站在这儿，我就能秒了他。这除非是天上剑仙下凡，用飞剑杀敌。看好了啊，别眨眼。少爷，为什么不能眨眼啊？因为接下来这一击会非常帅。不投降是吧？那就别怪本帅攻破城池，便屠城。主帅，你怎么了？这秦风，你好厉害！上有无敌，驸马爷太强了。对不起大家，帅的有点过分了。堂堂北莽军神，哎呀，这样被秦公子活活打死了。老蒙，老莫啊，愣着干嘛呀？拿东西干他丫的！是，驸马爷，谢驸马爷。主帅，你怎么了？主帅，驾！尔等贼子，速跪地求饶！蒙恬，
莫要嚣张！就算主帅没了，我们的兵力也足以够碾压你们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嚣张！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！少爷，你简直太帅了！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帅死了，副帅也死了，兄弟们，快跑啊！我操，我还没动手呢。冯将军，我们乘胜追击啊！走。贝贝，无耻，作弊！没想到20万联军真的可以击退100万联军，真是犹如天方夜谭啊！多亏了驸马爷神仙般的手段呢。清风，你当真是国士无双。清风，此次战役大获全胜，你居功至伟。陛下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陛下，还要继续追击吗？深入敌人内部恐怕很危险。驸马爷，我的子弹用完了，你那儿还有吗？那玩意儿有的是，打到他北莽帝都的不是问题。驸马爷，北莽的元皇就在前面的黄石城，这正好，省得我们费事了，直接打他。好，朕听你的。驸马爷势不可挡，末将誓死追随，全军出击，走。秦风此次必败无疑，我们要提前想好对策才是。放屁！我儿定会协助陛下凯旋而归。公主还是趁早下令，让边疆战士把秦风杀了，把女帝嫁过去，这样北莽和我大秦才能相安无事。住口！乾坤未定，岂能盖棺定论？哎呀，公主殿下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哎，如果你同意我们的决策的情况下，我们会拥护你成为新的女帝。但是有一点，我父亲镇南王那是摄政王。本官觉得世子的提议啊，万无一失。微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本相反对。好东西，反对无效，知道吗？在结果未出现之前，赌约尚不结束。公主殿下还真是冥顽不灵啊！你信不信我们联合起来弹劾你，最后让你监国的权利都没有？你还真是无耻，难怪就连陛下都忍不住要立个赌约，得逞。那个巴子的，怎么搞的？不是说好了轻松碾压吗？50万大军被人打得屁滚尿流，狼狈不堪，你要搞死朕吗？失误，陛下，失误而已。他们都是外强中干，弹药很快用完，到时候只会任务宰割呀。靠光体，等老子打赢了，让空兵权第一个锤死。好，朕再试一回，再败的话，朕先斩了你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大事不妙！秦风和大秦女帝已带人兵临城下。滚！他们追到这里了，欺负我们北莽无人吗？国师，现在如何是好啊？陛下莫慌，我说过，他们的弹药都是有限的，很快就消耗殆尽。只要我们防守片刻，便可反击啊！秦风，我知道你们弹药快用完了，赶紧下令退兵吧。对，我弹药快用完了，来吧，你下来，咱们俩干一下。嘿，陛下，他们肯定没多少弹药，不然早就开火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擒贼先擒王，咱们先派宗师刺客擒拿他们大秦女帝，到时候他们就会投鼠忌器了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高，实在是高。飞鹰，你轻功最强，一声。是陛下。是陛下。哪来进犯我北莽，不知死活！你他妈什么档次？你也配跟我说话？让你们那个元皇和那个崔国师滚出来！驸马爷，此人乃是北莽第一轻功高手飞鹰，人称铁腿水上漂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！铁腿水上漂，我卸了腿。什么？连驸马爷的火气都奈何不了了？
此人的轻功已出神入化。哈哈哈哈！想杀我铁腿水上漂，你还嫩着。哎呀，有点意思啊！陛下，咱们呀是赢定了，他们肯定对付不了飞鹰的。拿下大前女帝，我们就可以顺势反攻了。吾枉我苦练几十年轻功，今日终于派上用场。大前女帝，乖乖束手就擒，免得我辣手摧花。陛下小心，飞鹰是冲你来的。师父，怎么办？这瞄不准他。没事，爷爷，把他轰碎了。收到。真想不到啊，北莽第一轻功高手，也抵挡不过驸马爷的神器。什么年代了，飞来飞去的也不嫌累。清风，你有立下的大功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啊！陛下，我哪知道那个飞鹰那么菜啊！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弹药肯定用完了，不然早就开火了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你去试试。什么？难不成你想让朕去吗？你不去的话，朕就先斩了你！去！我去！呀！蛇的出来了，不怕死了。秦风啊，我煮你的弹药都用光了。不是你嘴怎么还这么硬呢？你信不信我给你牙掰下来？来，掰一个试试。你再问我身后的兄弟们。这帮畜生真他妈没义气！来，小青、小月，谁走打死谁。是公子，是公子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既然你们都投降了，我要再杀你们，显得我们没格局。至于你嘛，吹牛。想不到连堂堂北莽国师都给秦公子跪下了。你说早投降是不是没这事儿了？你这是不是犯贱？我们都是老乡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现在知道是老乡了，你早干啥去了？把你们皇帝叫出来，要不然我开炮了。少侠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了。大前女帝，朕与你们大前素来交好，何必大动干戈，两败俱伤啊？这样岂不是便宜了其他国家？依朕看，不如化干戈或玉帛啊。你们大军压境的时候，好像不是这么说的。别废话了，跟我们大前走一趟吧。好，为表示诚意，朕愿意前往。来人呐，给朕备轿！备轿！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现在是阶下囚，还他妈要坐轿？咱们不是联盟关系吗？谁他妈跟你联盟关系啊？把玉玺交出来，要不一枪毙了你！哎呀，少侠息怒，我交。抓起来！快点！走！别，快走！走吧，陛下。班师回朝。清风，朕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们真的攻下北莽了？哎，疼啊？那应该不是做梦。已经过去这么多日子，一点好消息都没传回来。我看那秦风啊，8成已经死在战场上了。这也不好说，也许他是携款私逃了。毕竟我可是听说他从女帝大人那儿和国库挪用了不少银两。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距离遥远，消息没那么快传回来，也很正常。正常？我看一点都不正常。那小子走的时候一点援军都没带，我看他呀，应该是畏罪潜逃了。不可能！父王，您来了。跟请王爷主持大局。请公主立刻下令捉拿叛贼秦风，并且立刻书写投降书，向北莽投降。没错，
只有女帝嫁到北莽去，我们这场危机才会被解除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这才等了几天呢，那么着急趁着女帝不在夺取权柄吗？哼，再等下去也毫无意义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微臣附议，请冰雪公主拟投降书。臣等附议。你们当真一点余地都没有吗？公主既然做不了主，那就由本王来做主。王爷德高望重，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。你们想谋反吗？哼，今日由不得你做主。羽离君何在？大胆！镇南王，你疯了！哼，今日我就要清君侧。支持父王，听君侧。别跟王八蛋说我临阵脱逃了。秦风，前方战事还没结束，你就偷跑回来，你这是罪加一等。谁说战事没结束？你们把御林军整过来干嘛？谋朝篡位，是不是想谋朝篡位？你还真是废物啊！才出征几天就大败而归，你怎么有脸回来的？小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真败了？别听他瞎说，赢了，大胜而归。大言不惭。哎，你以为北莽的50万大军都是摆设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们都是傻子？就像你这种傻子，在我们那儿顶多再活4季。陛下，此子如此妄言，难不成你还要袒护他不成？我们不仅击退了北莽大军，而且攻下了整个北莽。陛下，秦风跟着发疯，难道你也跟着他发疯吗？短短几天时间就攻下北莽，在场的众位有谁会相信？我信。你信？你信有什么用？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陛下，按照赌约，你已经输了，是时候该让出皇位。错，是朕赢了。你们几个准备卸甲归田吧。陛下，你出尔反尔，这满朝文武还有众多将士，可不会服众。陛下，既然你说赢了，行，拿出证据吧。来，北莽的传国玉玺，算不算证据？你怎么会有北莽的传国玉玺？拿个假玉玺就想冒充几天之内攻下北莽，甚至拿到了北莽的传国玉玺，就算是神仙下凡，是不可能做的。没错，秦风，请从实招来。你拿一个假的玉玺就想糊弄文武百官，简直太异想天开了。看不出来就滚一边去。关公上书，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这真的是北莽的传国玉玺，这种极品宝玉，做不了假。父王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居然是真的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真的，也一定是你用了手段才得到的。此举会让北莽的皇帝更加愤怒，给我大秦带来更大的祸端。就是秦风，你个扫把星，到底还想给大秦带来多少灾祸？北莽玉玺在此，你们还睁着眼睛说瞎话？看来朕也不必对你们太宽容。陛下，就仅凭一个玉玺，就能证明得了你们攻下了北莽吗？不错，微臣不服。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老王，进来。秦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带上来2个乞丐，你想证明什么呀？秦风，你简直可笑！你不会认为招来2个乞丐就能证明你攻打下了北莽吧？大胆！你才是乞丐呢！你们全家都是乞丐，说谁呢？你个老东西，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哎，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秦风，你哪儿找的乞丐啊？赶紧吐出！哎，还偏要他来配合你演戏。元皇，哎，元皇，你不是一国之君吗？你胆儿怎么那么小？什么？
这老乞丐是元皇？胡说八道！他要是元皇，那我就是北莽的皇太后。无知小儿，朕现在要不是阶下囚的话，马上下令诛你九族。风儿，这真的是元皇？真是。秦风，你把元皇都请回来了，不然呢？一派胡言！这帮人真是眼瞎呀！不是元皇你们不认识行，我们崔牛崔大国师你们总熟悉了吧？秦风，你够了！随便拿了一个乞丐，你就说他是崔国师？证明你二大爷是我呀，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崔国师，真是你啊！哎，行了，别吵吵，跪下！这不可思议啊！秦风居然活捉了北莽的国师和皇帝呀！这可是旷古烁今的丰功伟绩啊！我秦家出了真龙，皇宗耀祖啊！还好，这次没有跟宰相打赌。怎么样？这回都信了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难道这次我们真的输了？按照你们跟陛下的赌约，当时针对我的人全部都要革职查办，好吧？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，来继续。秦风，你真是杀了朝廷命官！按照赌约，我输了是要掉脑袋的，我没杀了你们就已经算是很仁慈了。愿赌服输，谁敢反对？杀无赦！秦风，朕支持你的所有决定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如此做，那岂不是成了这秦风的一言堂了？更何况驱逐我们，这朝廷还有多少能臣？如此会举国大乱的。赵敏儿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一言堂怎么了？我看谁敢举国大乱。陛下，本王为大前立下赫赫战功，谁也别想罢免本王。陛下可以问问麾下的20万将士，看看他们是否同意。大胆，你敢威胁朕？父王，你没事吧？父王，谁他妈给你们的勇气在这跟我叫嚣啊？你问他们怕不怕我？怕不怕我？我他妈连北莽都拿下了，我差你们了？父王，你没事吧？父王，秦风，你简直是疯了！他是镇南王，不仅是皇亲国戚，他还是有功之臣。我管他妈是谁，在我心里只有陛下一个人，谁要是不服他，我干死谁。陛下，难道你就如此纵容秦风杀人吗？按照大前律法，他该当诛啊！朕还没瞎呢，明明是镇南王威胁朕在先，意图谋反。秦风愤而反抗，合情合理。秦风，别以为有陛下给你做后台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就能为所欲为。你简直是疯了！快来人捉他呀！怎么着，你也想吃一颗啊？恶人自有恶人收。王姐，这些乱臣贼子就交给秦风处理。走。陛下，难道你真的要将满朝文武赶尽杀绝不成吗？若是像我们这样重臣都革职查办，还有谁能替你分忧解难呢？这朝纲必乱呐，陛下！就你们还分忧解难呢？你们不给陛下添乱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，还想逼陛下退位，我真应该当帝。疯子！其实我也没那么狠，既然陛下交给我处置了，我很好说话，就按赌约上的规定革职查办，好吧？好，就按秦风说的办。陛下三思啊，这可是要毁江山呐！那就从你开始，赵峰、赵明、刘凤元、刘福德押下去。陛下冤枉啊！陛下冤枉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秦风，对元皇和崔牛该怎么处理？秦风，秦少，你看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你杀我没有任何用，而且北莽已经被你征服了，我可以跟随你，帮你一起征服其他国家。我也可以。我征服其他国家要你们干嘛？要你们在背后捅我刀子啊？那就都处决了吧。别！秦少，我是真的还有价值，更何况我们也是从现代一起来的。陛下，不如就先将他们押起来吧。崔牛这人我留着还有用。至于这元皇嘛，
杀了也没有意义。北莽会推出一个新皇帝，我们就先留着他，让北莽如数接近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就这么办。押下去吧。走。好，今天的事结束了，退朝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还有件事呢。什么事啊？结婚啊！哈？小弟赖，不是说好了我帮你拿下北莽，你嫁给我吗？的确是这件事。君无戏言啊！玩牛啊，竟然要娶陛下！那个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，趁今天这个凯旋的日子，我们来个三喜临门。会不会太快了？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基础已经很扎实了。哎，三喜不是双喜吗？还有这玩意儿呢？你不是把它赐给我了吗？狠心！哎，皇命不可违啊！在家里她是我老婆，在这儿她是陛下，你得听陛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满足你。今日就将这婚事一起办了。冰雪，你旨昭告天下。陛下，3、4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也想嫁过来啊？王姐，你就这么便宜他啊？君无戏言。多谢陛下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哎，我也得恭喜恭喜你呀，生了一个好儿子，以后还得多多提携。郭大人客气了，我还要讨杯喜酒呢。哎，还有我，那你们红包可不能少啊！这可是陛下的大婚，谁的红包少，当心本相参你们一本。心肝宝贝，老公来了，来，让老公看看漂不漂亮。啊，你咋在这儿？怎么，看到我很失望吗？那倒不是。那你是选我呢，还是选黄姐？小孩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你这人太贪心。这不叫贪心，哎，不要脸。你黄姐呢？把她叫出来。我黄姐后悔了，你的算盘怕是要落空了。那怎么行啊？陛下，陛下你出来！你别喊了，大半夜都听到了。我不管。陛下你出不出来？你再不出来，我不帮你把大钱建立成未来世界那样先进了啊！秦风，你当真能将大钱建设成未来世界那般？为了你，我竭尽全力。好，将那张地图拿出来。哪张？就那一张。哦，来，给你。哎呀，拿错了。这个。这些圈起来的都是朕的敌对国家。若是你能助朕一一拿下，朕绝不食言。陛下，你这就是在给我画大饼。现在天下还未统一，朕没有心思谈及儿女私情。就算你得到了朕的人，也得不到朕的心。理解。那我先得到人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说，崔牛和秦风已经消失几个月了？最近网上居然还看到秦风的照片。我也看到了，他身边啊还跟着个古装美女，那身材、那脸蛋、那气质，一点明星差。秦风这种穷屌丝，怎么可能泡得上这种绝世美女？哎呀，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我在网上查过资料，那个古装美女跟历史上一位女帝长得颇为相似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秦风总不能穿越到古代，拐了个女帝回来了。这样，咱去他家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对，咱们走。走。秦风，秦风，这小子啊，史记。哦，般若波罗蜜。
我去，我们这是真的穿越到古代了！起飞，必须起飞呀！发达了，发达了！哎，就凭咱们的本事，随便研究点什么东西出来，那不得嘎嘎乱刷呀？这里好像是历史上的南越国，而这个世界最为强大的就是北莽和大钱，而这大钱的第一女帝就是位大美人。什么女帝？等咱们发育起来，通通收拾了。哎，对。有人举报你们行为不检，有伤风化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